2020年，这屏东水饺王的决赛呢，是有10个选手做伙来车拼，摕到冠军的师傅何贤勇，伊是笑讲，因为伊的细汉查某囝呢是介意食这盐水，所以才开发出这项盐水猪肉水饺。天啊！香菜拿下第1名。 公布比赛结果，赶紧就台领奖，冠军是何贤勇的猪肉盐水水饺。2026年屏东水饺王冠军比赛日，10位对无同县市来的师傅发挥创意，包出好看、阁好食的水饺。无料到的是，摕到冠军的水饺，竟然是有人闻到味，直鲜甲足远的盐水。何贤勇讲，会包猪肉盐水是因为查某囝爱食。我女儿说她不吃辣椒，她喜欢吃香菜，所以我就选择了香菜。 差不多一斤猪肉，差不多250克的香菜。这样比例算高吗？不高，不高，但是不能太高。何贤勇讲，因为家己和查某囝拢足爱食盐水，猪肉和葱仔盐水佮掺姜落去包，好食的撇步就是盐水的比例袂当伤悬，才袂去抢味。不过其实有袂少民众拢唔敢食盐水。我个人是不敢吃香菜，如果是香菜类的商品，我都不太敢去尝试。那这个水饺要挑很久。对，所以我不会去吃。喜欢香菜？我喜欢香菜。你第一次听到有这种香菜水饺吗？对，它的那个菜啊，香菜很满，包得很满。那皮呢？皮吃起来的感觉？皮就是薄薄的而已。何贤勇表示，因为老爸足够包水饺，老母较早嘛有咧卖煎饺和葱仔饼，退休了后常常受到爸母的手艺，就家己开始试包水饺，结果受到裁判介意，摕到冠军。这摆摕到屏东水饺王的前3名，嘛由馆长周春美颁奖，选手有6万、3万、甲1万块的奖金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